今日揀箴言中嘅箴言嘅經文，我好中意㗎，好簡單，但非常之重要。佢講到：我兒不要忘記我的法則，你心要謹守我的誡命。記載喺箴言書第3章第1節。喺第3章佢開始一個開宗明義一個新嘅好重要嘅題目，講到要遵守誡命。弟兄姊妹，喺呢個舊約嘅律法書裏邊，佢講到人係要遵守耶和華上帝嘅律例誡命典章。耶和華上帝透過佢嘅忠心嘅僕人摩西頒布律例誡命典章，亦都頒布好多嘅節令、好多嘅節期、好多宗教嘅儀式、宗教嘅習俗，佢全部都有一個好重要、好重要嘅目的，就係叫人咩啊？敬畏上帝。嗱，弟兄姊妹，原來我哋人初係唔認識上帝，我哋需要一個過程。首先你一個尋求上帝嘅心，跟住你去相信呢位上帝，跟住你認識呢位上帝。但係唔夠㗎，你認識上帝唔夠㗎，你真正能夠盡心去認識上帝，你一定要成為一個敬畏上主嘅人。弟兄姊妹，箴言書不厭其煩講到敬畏上主係個人生最重要嘅咩啊？內容係知識嘅開始，係智慧嘅開始，亦都係人生最重要嘅內容。弟兄姊妹，今日經文提醒我哋，佢重點叫你咩啊？謹守律法。原來唔單止喺呢個律法書裏邊，叫我哋要謹守律法。喺呢個詩歌智慧書裏邊，包括詩篇同埋箴言，好多嘅作者佢都不厭其煩提醒我哋要咩啊？謹守律法。因為當你謹守律法嘅時候，你唔單止成為一個敬畏上主嘅人，你亦都係一個蒙恩惠嘅人，你亦都係一個蒙福嘅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哋新約嘅人係唔會按照猶太人咁樣去移民式、條文式去遵守舊約嘅律例誡命典章同埋節期，我哋係遵守佢嘅正義。就正如啲人問耶穌基督邊一條律法最大最